新闻头家生态关心到，这风台围拍的外围宽潮对东部带来大水祸，传出不少灾情。伫咧花莲富里乡，真侪便道因为溪水串头暂时封路，甚至有车互大水冲走。伫咧台东的市区是车路淹水，害民众塞车过路，大林乡阁有出现嘉利亚风。苏花公路、南回公路嘛有出现土石流，好佳在拢无人伤亡。 这是花莲富里乡的中量便道，19透早4点外，有民众洗车拄到溪水大涨，车卡着大水叉无法度顶动，只好行走。向警方报案了后，车就随后大水抢去。漂移物顶着后面，车头撞到那个路板桥塌陷下去嘛，哪头灯照赶快跳下来，往回跑啊！ 都有明理便道、润天便道、甲永丰村的蠓仔洞桥工程，也拢因为溪水大涨暂时封起来。每逢好大雨就一定中断，不能经过哈，所以希望我们的上级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哈。 台东遮的卑南乡太平桥往丰信道路的方向，因为排水沟甲丰信道路塌掉咧，部分区域淹水，民众驶过时车着告状。另外，达仁乡南田村的透早9点是出现嘉利亚风，真侪物件架起空中，大约有5户受损。保特瓶堆在那边，在天空这样飞，就砰就弄到这里啊！到这边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走了啊，我就用爬的。 要不然我很怕很多东西在位在上面。另外，伫苏花公路的河仁到中德段，部分路段行下出现路拐毛甲落来石头，工程人员清掉车路了后，伫透早9点20恢复通车。台北线中淮公路关原到德鲁区的道路是依次已经性的封闭。台东南回公路南向段也出现土石流，目前向南的车道交通管制，按算暗时8点恢复双向通车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